天暗9点半以后，都要10点啊。办理活动。哦，马上是农历6月19呢，18哦，19那是18是第5潜水圣诞，提早是17，今仔17就对，17啊，家庙生日，18是第5潜水圣诞，19观世音菩萨圣诞。提早是前一年的阴暗，在10点左右就举行礼拜。向内底拜啊，即嘛会向外口拜天地。向外口拜，先向内底拜，即嘛向外口拜。